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抽号码牌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啊，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我们地政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政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政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政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政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政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政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8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台南的文旦开始大出，尤其今年的产量甲品质无受风台影响，比旧年更较好。嘛，和中央甲市府合作，启动收购加工甲行销的通路，除了要照顾农民，更希望做好外销，成为台湾之光。台南麻豆区的文旦年年拢会外销到国外，除了品质好以外，供货嘛相对稳定。20号下晡嘛准备甲10.2吨的文旦来送往新加坡。今年的文旦成熟的时间比旧年较早，嘛互今年销售的时间扭长。市长表示，农产品除了外销伫新加坡以外，会继续努力来找外销的通路，互世界各所在的人拢会当食到台湾好食的农产品。能够看到台南之光，也是台湾之光的麻豆文旦今年在要外销新加坡的第1项。那我们知道，因为今年的麻豆文旦，你可以看到整个品质都产量也都提高，产量增加5%，品质增加很多。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中元节还没有到，就开始麻豆文旦就开始外销。那所以今年的销售情况应该是非常好。那相信东南亚的好朋友们，我们继这个芒果之外，这个文旦也外销，凤梨也可以销到，不管是打亚洲杯，希望你能打到世界杯，那能够让台湾的水果，尤其是台南的水果远近驰名。感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帮忙我们一起把这个文旦推向全世界。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黄市长协助我们清泉果园，跟把这个好品质的文旦，然后送到那个新加坡。我们希望目前先到新加坡，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把我们麻豆文旦推向全世界。
今年的文旦品质甲产量拢袂歹，除了国内市场受到欢迎以外，外销到国外嘛受到真侪肯定。为了要应应全国疫情还阁伫咧二级境界，市府嘛继续规划阁较侪国内国外销售通路。嘛应应中秋节阁要到啊，市长鼓励民众会用加来买一寡文旦，作为送礼，也是放伫咧厝内家己食，拢非常的适合。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针对中央要发行的五倍券，台南市会国民党团根据各种的民调显示，民众较爱是现金，无爱五倍券，所以上午召开记者会，希望市长听出民意，予市民改领5000块的现金，不但率先全国，而且单位市库节省15亿外。进前，民进党中央计划人民开1000买500券，市长黄伟哲答应。愿意帮市民来出1000块，大约需要18亿的经费。现在中央政策发展完，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嘛召开记者会，建请市府将500券来换做现金。尤其台南市最近6档的税收拢有剩余，因此建议市府甲银行来沟通，只要付3%的手续费，不但会用将500券换做现金。而且，个人的节省原本每人1000块的预算。中央，我们的苏大院长也决定了，不用支付这1000块，然后就可以领到这个5倍券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我们国民党团开这个记者会，是不是让我们台南市民可以直接领现金？那我们台南市我们的市长直接帮我们吸收。因为我们业者如果拿消费券去银行兑换，还有一个3%的这个手续费的部分，那民众直接领现金，那3%的手续费由我们市府去承担这个部分104年20亿，105年3000万，106年剩30亿，107年53亿，108年49亿，109年1.03亿，简单讲，咱市场。每当拢存钱存足济，应该像阮书记长、阮国民党主张的，这个手续费3%讲起来无啥，所以我感觉黄伟哲应该要提醒民间疾苦。我们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希望黄伟哲能够顺应民意，不仅可以帮市府省很多钱，让市民领到的是一个现金，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央政策。发放的振兴券振兴5倍券是不需要再自付1000块，所以我们市政府这1000块已经省下来。但是如果我们转换成我们市政府把所有振兴券转换成现金发给市民，我们只要去银行负担3%的手续费，3%的手续费188万人，市政府只要负担2亿8200万元，所以。无形中帮我们市政府原来的政策省了15亿9千多万。对此，市府财税甲主计处回应，虽然市库连续6档有盈余，不过还是有抵触340亿。至于代付手续费换现金，是毋是甲中央的政策有冲突，还阁有疑虑，将早回来处理。因为这次的疫情对民生经济的影响是全国性的，那行政院它规划发放5倍的振兴券那我们的了解是，目的是在一定期间内透过消费去振兴经济，但是它目前的方案还没有公布，那相关的措施、用途限制还有使用期限都还在统筹规划当中那依照刚刚建议说，由市政府来转换这个5倍券，然后负担手续费，只要给银行来发给市民的现金的这部分的可行性那是不是会跟中央政策？有冲突的部分这部分我们还有疑义啦。那财主也不是5倍券相关的业管单位，那依照刚刚的宝贵建议，我们会带回去，供市府长官做决策上的参考。议会国民党团建议，希望市长甲银行来协商，由市府来吸收3%的手续费，予188万的市民领取5000块的现金，不但率先全国。而且，阁为市库来节省15亿9000多万，希望市府的团队会用个苦民所苦，打进人民的心声。市库省钱，人民方便；市库省钱，人民方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面对高中以下9月特别开学，议会民进党团的这位议员马连下召开记者会，关心校园防疫的相关准备，包括用餐的价帮、老师教注意表，以及 PCR 检测的细节够够，要求市府积极协助。长期关心校园食安甲学生教师权益的台南市议员陈家凤、沈振东、蔡小薇甲郑嘉欣。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为9月份将开学的国高中甲国小幼儿园开学的防疫争取设备，包括喙安、隔板等。议员表示，虽然有民间宗教团体来关注，不过议员表示数量可能阁无够，希望会用延伸到公私立的幼儿园。相信我们未来公幼的隔板是无忧的。但是希望说市长可以再加码，不管在公私立的部分，因为毕竟，我们私立幼儿园这一次在疫情的冲击下，他们也是受到很多的阻碍，也有很多设限啊。希望可以帮忙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儿童都可以帮忙补助这一些隔板，因为毕竟是中央要求用餐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有隔板来阻隔嘛，所以希望市长再加码扩充到我们公私立还有非营利幼儿园都可以帮忙补助我们隔板的部分啊。除了防疫的物资，另外伫个教师疫苗的施打甲 PCR 快筛，议员嘛希望教育局爱积极来协助。在疫苗的部分呢，因为之前我有接收到很多，就是也有很多老师也在反映说疫苗的部分他们就是好像是在造册的时候可能也是忽略到了。那我们整个情况当下来台南永远都是落后，所以希望说在第2剂施打，不管是代课的老师，还是一些应聘的老师们希望说都可以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可以尽全力的来协助他们，赶快让他们施打第2剂，因为即将要开学了，所以这些老师坦白讲，他们也是心慌慌，也会非常的担心。教育局在这一次的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21号跟23号都即将来做施打的部分，但是在区域的安排，我是认为是非常的不妥当啦你把东区跟南区安排，请他到柳营奇美医院，其实包含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代课老师或者是这个实习老师的部分，他都要从东区或南区到柳营，但是相较于在这个新市的部分，你却把它安排到市区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卫福部的台南医院在一个区域上的安排，我认为教育局应该更贴近我们的教职员它的便利性。因为 PCR 的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在21号跟23号这样的一个 AZ 施打的疫苗的一个14天的状况之下，其实有一个大段的时间，3天的时间左右是这个保护抗体的部分还没有完善的部分，所以呢，我们更希望说在筛剂的协助之下，可以帮助这些老师来去做一个筛检，让孩童在上学的部分当中是无虞的。那再来还有很多的偏乡小学，其实一直以来都还在做一个第3招，甚至第4招，甚至第9招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动作，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代理代课老师还没有任何着落。那未来呢，应该要如何因应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让孩童在学习的上课的，尤其又在偏远没有那个医疗院所的一个区块，那要怎么去照顾到这些偏乡弱势孩童？我想这都是学府校安科跟教育局整体应该要来去做盘点跟来了解的。针对议员的意见，市府教育局学府校安科嘛回应，因应学生开学，市府伫个8月12嘛召开过校园的防疫准备，而且中央教育部嘛补助1800万的经费，至于教师疫苗的施打，因为考量医疗院所的量能，造成部分的学校老师分配施打的距离较远，教育局表示未来嘛会慎重来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纪念陈文成过身40周年音乐会，过去拢是伫台北举办，这回首次来到台南，要邀请爱乐四种合唱团甲嘉音合唱团共同来演出。伫会中演唱由叶文庆甲黄南海博士所创作的《春秋之境》，以及真侪首台语老歌，来悼念陈文成博士为台湾民主所做的牺牲奉献。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甲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合办的纪念陈文成过身40周年音乐会，这次是首次离开台北举办，邀请到台南市爱乐四种合唱团甲嘉音合唱团联手，再来一首首动人的台语合唱歌曲，纪念陈文成博士这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一位勇者。他是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哈。这一场的活动哈，我们这次的来到台南这边来做这个纪念音乐会的举办，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那也开启了一个让我们能够再去感谢哈，即使台湾现在的民主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有这样的这个新生的这个孩子哈，一代一代接续一代的理念坚持，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前辈的一个牺牲哈，一路走来，才有办法哈，塑造台湾现在的民主奇迹。很多人谈陈文成博士会谈到一句名言，是这个麦子落地。那这是应该是福音里面的文字啦，但是我虽然不是教徒，但每读到这个文字，我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它的原文是说，一粒麦子不落地，死了，仍旧是一粒；但这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作为一个解严后才出生，那到大学，可能就是2012年才慢慢认识台湾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我有一个感想是，我是麦田里长大的小孩，我就是当初那一粒麦子结下许多的，结成一片金黄色的麦田中，这样幸福的在台湾已经民主化的社会中长大的小孩。台南市爱乐四种合唱团艺术总监黄南海在音乐会当中，也在献唱《千秋之境》，以悼念陈文成博士为台湾民主的牺牲奉献。台语诗人余文清先生呢，他创作了一首《千秋之境》，吊陈文成博士。这一首歌呢，由我来演唱，这是全球首唱，83岁的男高音，我看这个也可以做世界纪录了哈。所以呢，他既然拼生命，我们当然这个生命也是交由这个上天来安排。纪念陈文成过身40周年音乐会，8月29日将伫咧台南市文化中心完成剧场登场。为了防疫，主办单位采用梅花座，所以座位真有限。欢迎民众向台南市爱乐四种合唱团以及议员服务处免费售票入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好接受疫情冲击的弱势家庭，会当减轻经济负担，所以新营青商会特别号召当地店家做回来做公益，完成防疫餐券，予北台南家扶中心。由新营青商会来找无共的店家做伙来向北台南家扶中心来捐赠物资，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侪家庭拢受到影响，除了大人无法度正常上下班以外，加上小朋友听课无学校的营养午餐，实在是增加真侪弱势家庭的负担。我们今天大约有11家的店家就是赞助这次的活动。那为什么要做这次的捐赠呢？其实因为就像我们家扶中心这边讲的，我们这次是停课不停学。那其实呢，很多家扶的孩子，他们以前中午可能有营养午餐，他们就可以顺便有剩下来就可以打包回家当晚餐吃。那现在因为许多的父母没有收入了，因为经济的状况，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也导致小朋友没有营养午餐可以继续支应，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发起这次的活动，来帮助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这些自学的孩子们，然后也让这些的家庭，然后他们有比较充裕的物资，然后可以来帮助他们减轻负担。会长表示，为着要减少受到疫情影响的弱势家庭的压力，所以特别邀请新营地区在地店家做伙来响应活动。
麻烦呢，如果若关伤这实体食物的话，惊可能会因为食袂了，颠倒是更较歹去。所以特别邀请用送餐券的方式来补助弱势家庭。那也谢谢很多的社会团体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协助啦那我想这段期间是辛苦难熬的，但是也很谢谢很多的单位，那包括今天的青商会他们推动了这样的一个在地美食的一个餐点的一个捐赠，而且又非常贴心用餐券的方式让家庭看他什么时间是比较需要的，就在那个时间去领取。那我想代表家福的家庭跟孩子跟所有见证者说声谢谢。主任表示，有部分的弱势家庭会予高中高职以上的囡仔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帮忙增加家庭的收入，但是伫咧疫情的期间嘛是受到真严重的影响，大家伫咧厝里的时间变长，造成水电费用的负担嘛做伙提悬。非常感谢这摆新营青商会的捐赠，嘛因此来减轻真济家庭的负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在是这分有是好天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9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